请各队队员入场。请各位参赛同学做好准备，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。本次比赛采取积分赛制及 mix 模式，解出一题记1分。比赛时间5个小时，最后1小时中榜。积分前2名的小组将获得晋级名额。参赛小组可以使用技术手段进行漏洞攻击，攻击成功记1分。现在各小组请就位，比赛即将开始。我们现在开始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，开始。继续进攻程序。林夕，你试试最后一道题自己解答，我先看下一道题，好吗？我试试。这道题。时间不多了，你得赶紧解题呀。好。时间不多了，郑嫂，还有多久？得快点解题了。集中注意力。集中注意力。加油！没想到蒋正涵还是凭借硬碰硬的战术，靠着出色的实力绝地反击，在最后的关头拿下比赛的冠军，而秦越组也拿到了第2名的好成绩，恭喜！小希，我刚刚看见小川特别失落，他是不是因为拿了第2名？小曼，你眼睛里能不能别只装下一个人啊？我还在这儿呢。这种感觉，我也懂。哟，成哥，这小情话一套一套的啊！好了，今天大获全胜，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吧。哎，甄嬛武呢？啊，他去追什么女神了，不用赶他。哎，我也还有事儿啊，我先走了。美女，先走了。你去。哎，那行，我先回宿舍放个东西。那一会儿见。蒋组长。夏组员，一会儿见。蒋组长，拜拜。哎呦，夏组员到底什么情况？走吧，赶紧小心。